乡亲朋友，福气来了，好好运动哦。其实啦，做的身体可以运动，咪可以好好的静坐，好好的睡眠，都是人的身体哈阴阳平衡。人的身体呢，有阴呢，有阳呢，有阴面呢，有阳面呢，就像那个有太阳哈，日时头。一年24小时，还有12小时哈，有白天，有夜晚，好有太阳，有月亮，好造成安尼平衡，安尼身体呢才会健康。故说呢，叶心呢，玉美老师要搞大家哈，做安尼交替呼吸法。好，我帶阿嬌哈，我瑜伽教室好上嘅阿嬌嚟同大家好分享瑜伽，好嚟做俾大家看，咁樣嘅呢嚟做安尼交替呼吸法。得3人哈，生來這個世界上有人，好，我們有人，好，我們成為這個人，好，就會懂寶貴嘅人生，就會懂。幸福誒，咁樣嘅好好嘅照顧人嘅身體呢，咁樣嘅呢，讓人平常嘅可以做到人身體嘅陰陽平衡。故所你看，人嘅鼻孔哈有2隻，哈有左鼻孔，有右鼻孔。人嘅右鼻孔啊，代表人嘅身體嘅陽面，哈能量很懂強嘅能量，積極嘅，哈左鼻孔呢，係人陰面呢，哈係代表人嘅個放鬆嘅、安靜嘅。好，故說要左右平衡。假使講，檢查講人屁股哈，也像人豎將來哈，豎有一個手印哈，所以讓人嘅拇指跟食指打開來，安尼，好，安尼時候呢，要無名指拿起來，按強強的呢哈，檢查也係2隻鼻孔，哪一隻較同，哪一隻較實較唔同，好。輕輕的把你的右鼻孔塞住，好，左鼻孔吐氣，好，去感覺，也係左鼻孔係實實的，係通暢的，好，也係讓左鼻孔關起來，右鼻孔打開來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將放鬆，好。鄉親朋友，你還老玉美老師教下做哦。第一，你先檢查你屁股，哪一隻較痛，哪一隻較實，哈，表示講，也係你身體的狀況。假使講右邊較痛的話，表示講也係唔係當有活力的，當積極的，當有精神的，哈。假使講你左鼻孔較痛的話，表示也係當需要休息，哈，當需要放鬆，冇辦法安尼，跌了爬上爬了，需要休息。故說呢，身體假使講你有平衡的話，左鼻孔跟右鼻孔你會差唔多，差唔玉美老師也係2隻鼻孔差唔多痛，分唔清楚講哪隻較痛，哪隻較實，表示講也係我身體係當平衡的，我可以當安靜的靜坐，我們可以運動，可以當活潑，當積極。假使講冇辦法平衡些，人用交替呼吸法，咩人都靜脈呼吸法，靜脈就是清淨的靜，好乾淨的淨，脈係氣脈的脈，靜脈呼吸法就是清淨淨化你的氣脈，好讓人家身體的神經系統，你身體怎樣的清潔呢？靠運動啊、流汗啊、排便啊、排汗啊、排尿。好，係身體的淨化啊，神經系統的淨化呢，要靠人呼吸。好，故說一個靜脈呼吸法非常的重要。好，也強大家哈，用人優勢。假使你左鼻孔較痛的話，你留較不同的右鼻孔，好，塞起了，右鼻孔塞住。好，從左鼻孔吐氣開始，左鼻孔吐，好，關起來。好，右鼻孔吸。好，關起來，去3度，左鼻孔吐，好，關起來，去4度，右鼻孔吸，好，關起來，去5度，左鼻孔吐，好，去6度，右鼻孔吸，好，然後從右鼻孔啊。同一隻鼻孔吐氣開始，右鼻孔吐，
好，左鼻孔吸，好，右鼻孔吐，第3度，好，左鼻孔吸，第4度，好，第5度，鼻孔打开来吐气，好，第6度吸气。好，做完6度以后，手柄下来，2只鼻孔同时呼气，吐气，2只鼻孔同时吸气，第3度吐气，第4度吸气，第5度吐气，第6度吸气。好，做完调息一下。好，乡亲朋友，玉美老师哥同大家讲一道哈，6度，最后以6为主，逢6必转。好，最后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6度以后呢，从空中一只鼻孔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每6度以后，鼻孔竖拿下来，好，2只鼻孔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最後按呢交替呼吸法的意思呢，最後要老本專注。不动专心，也是唔会想到培养事情去，唔会想安呢，想到培养事情，会让人知道讲哦，我用个衰唔得，较想就想，根本伊老蛮影响嘛，根本有乜个压力，根本伊有乜个事情加唔得，好，安不头想，安不头什么嘢想要的事情都冇帮助啊，本失眠啊，本衰唔得，或者用数息的方式，用呼吸的方式，本好入眠。好，一只鼻孔吐，一只鼻孔吸，一只鼻孔吐，一只鼻孔吸气。好，6度以后，1只鼻孔吐，1只鼻孔吸。好，6度以后，2只鼻孔吐，2只鼻孔吸。好，安尼慢慢的，专心都让它呼吸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有没有知道心慢慢的安静下来？心慢慢的安静下来，你就会知道个上睡冇了，有一些睡意耶。好，也玉美老师重新给大家做解一道哦哈，静脉呼吸法当重要。好，最后老人酸氧的呼吸，吐气的，那只鼻孔吐，那只鼻孔吸。好，安尼慢慢的，让人的心从想我背的事情，慢慢的带动人吐气哈。好，让人的呼吸净化人的神经系统。那呼吸安尼哈，吸气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交感神经。好，呼气的时候会影响人的副交感神经。故说人的交感神经，然后副交感神经会平衡起来，你就会慢慢的就会上睡嘛。好，可是咯，乡亲朋友，手拿起来，先老人的3只数字执起来。好，各位老人的无名指拿起来。好，老人的鼻孔按住。好，老人的较适度的鼻孔哈。好，慢慢的，那个鼻孔哈，压住都压，冇都压安尼，鼻孔变形安尼我动作哦，鼻孔又会变形哦。你说压，好，下来压个孔的压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老较痛的鼻孔，好打开来，较细的鼻孔轻点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1，关起来，吸气，2，关起来，吐气，3。关起来，吸气4，关起来，吐气5，关起来，吸气6。好，控制鼻孔哦，吐气1，稳着鼻孔，吸气2，稳着鼻孔。吸气3，
稳着鼻孔，吐气4。好，稳着鼻孔，吸气5。好，稳着鼻孔，吐气6。好，6到了，数拿铁，用着鼻孔，吐气1。你数可以不用多呀，吸气2，吐气3，吸气4，吐气5，吸气6。好，做完呼吸器的数不用轻松。好，慢慢的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交替呼吸法做过后呢，脚感神经、副交感神经会较平。